各位朋友唔好急住劃走。我唔知你有冇呢種感覺，明明自己都冇亂使錢，平時慳食能用，可係手頭啲錢就似個米袋穿咗個細窿咁，點都儲唔住。今日唔係屋企水喉壞咗，就係聽日個孫學校要交乜嘢錢，再唔係就係自己呢副老骨頭突然間鬧個小毛病，跑一趟醫院幾百蚊就冇咗1年到頭記落，辛辛苦苦儲埋嗰啲養老錢，全部填晒呢啲莫名其妙嘅開銷。你有冇計過舊年1年淨係呢啲計劃外嘅開支加埋埋，係咪都夠去一轉海南，夠換一部新雪櫃啦？你有冇諗過呢個或者唔係你運氣唔好，而係你今日着喺身上面呢件衫嘅顏色，或者朝早食落肚嗰啖飯，喺無形之中將你嘅財氣試走咗。我喺八字神數裏面研究咗幾十年，發現一個好實在嘅道理。春夏秋冬4季出世嘅人，一生嘅行運密碼都走唔出4大過命改運法顏色，就係你每日着喺身上嘅氣場，着啱咗，財神爺日日跟住您轉，着錯咗就等於您日日揸住把掃帚，將財氣同貴人向門口掃。今日呢篇文章，我就將呢套衣食改運嘅核心同大家講清楚。您衣櫃裏面邊幾種顏色最容易招小人破財富？您出世喺邊個季節，應該着乜嘢色，食乜嘢嘢？屋企嘅衣櫃、廚房、睡房、客廳應該點樣擺先至聚到財？全部都喺呢度。開始之前，朋友們，如果您覺得今日嘅內容有用，點個訂閱，呢個就唔係普通嘅關注，係我哋之間結咗個善緣，能量場就連上咗，福氣就通咗。您再順手點個讚，就似俾自己嘅財富加咗把火，將好運賺出嚟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。好多人都以為玄學就係燒香拜佛求神問卦，其實老祖宗留低嘅嘢冇咁玄。真正嘅玄學，古代嗰陣叫日用之道，就係每日過日子都用得上嘅道理，只係而家我哋忘記咗啫。周易有句話叫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，令係乜嘢磁場，令吸引嚟嘅就係乜嘢人乜嘢事，令自己心入面焦躁，吸引嚟嘅就係雞毛蒜皮嘅麻煩事。令如果能夠將自己跳到平平靜靜、沉穩有力，貴人自然就願意埋臨身。呢個道理好簡單，令去街市買餸，一個笑口細細嘅檔主同一個黑口黑面嘅檔主，你會幫襯邊個？呢個就係氣場嘅作用，唔使講咩大道理咁。着衫食飯同磁場有乜嘢關係？衫係嚟令皮膚最近裹喺你身上最耐嘅一層嘢。一日12個鐘頭起碼，呢個顏色就似個小喇叭咁，持續向外面發信號，着一身黑，令成個人嘅氣場就係向內收嘅，向下沉嘅。換一件紅精神，即刻就嚟晒。隔二人接收呢啲信號，對您嘅態度嘅自然就唔同。有啲人話我着紅色都冇人理我，嗰個係您心入面冇火，淨靠顏色牽引係唔夠噶，內心要配合食物係直接落您肚嘅嘢。中醫講藥食同源，食物帶住寒熱溫涼入五臟六腑，食落肚係糧食，化出嚟係氣血，氣血夠嘅人就有精神，個腦就清醒，待人接物就順。我成日同人講，氣血就係臨運氣嘅燃料，燃料唔夠，幾好嘅車都開唔喐。所以話改運唔喺遠方，全喺你每日嘅衣櫃同餐台上面，唔使嘥冤枉錢去請咩法器，將每日着乜嘢食乜嘢搞通晒，呢個就係頂級嘅改運法。咁點解好多人一世勤勤願單就係儲唔到錢？我喺過命改運學裏面發現，以出世季節劃分人做過金、過水、過木、過火4種命格，大多數人漏財係自己嘅五行氣場同自己衝得太勁，呢一衝個腦就亂，該把握嘅機會走咗，該避嘅窿一腳踩落去，脾氣禁唔住，同屋企人鬧，同鄰居嘈，貴人全部被趕走，身體食龜，瞓唔好冇精神，錢就不停向醫院送。呢度有個道理要講清楚，着衫改運唔係要零嘥大錢買名牌，能量喺顏色同材質上面，唔喺個價錢牌上面。一件幾十蚊嘅純棉白衫着啱咗一樣聚財，一件幾千蚊嘅名牌黑大衣着錯咗一樣破財。我見過好多人使大筆錢請人睇風水買各種法器，結果連自己嘅衣櫃同餐台都亂七八糟。
嗰個唔係本末倒置咩？呢一章講通晒道理。你唔聽到呢度，如果覺得有啲道理，就舉起手指點個讚，再點個訂閱，我哋呢個緣分就結低啦。大家可以低低頭望下自己而家着緊嘅衫，或者諗下平時最中意着乜嘢顏色嘅外套。如果揾唔到自己適合着乜嘢顏色，可以喺下面嘅交流區留個言，寫低您係邊個季節出世，平時中意着乜嘢色，大家一齊傾下，研究下一張表，等您即刻明自己屬乜嘢命，中意乜嘢色，忌乜嘢色。春天出世西臨2月19日到5月4日期間，五行屬木旺，叫做臥金命，最忌深綠、草綠撞青，最招財白色、杏色、金色、銀色。夏天出世西臨5月5號到8月7日期間，五行屬火旺，叫做臥水命，最忌大紅、大紫、亮橙，最招財黑色、深藍、灰色。秋天出世西8月8號到11月7日期間，五行屬金旺，叫做過木命，最忌純白、亮銀、金色，最招財翠綠、墨綠、木紋色。冬天出世西壬11月8號到2月18日期間，五行屬水旺，叫做過火命，最忌全黑撞青深藍，最招財紅色、粉紅、紫色、暖橙色。以上都係西弄日期，淨係記得農曆嘅朋友揭揭通勝換算下，大概季節啱到就用得。如果真係搞唔清準確日期，仲有個簡單嘅方法，睇下令平時怕凍定怕熱，怕凍嘅人多數缺火，怕熱嘅人多數缺水，呢個都可以做參考。好多朋友問點先知道着得有冇錯？我喺八字神數裏面總結咗7大身體信號，着某件特定顏色嘅衫，出街嗰日就特別容易同人鬧交，成日瞓唔着，發惡夢，半夜只醒眼光光到天光，冇做粗重嘢，但成日謝晒皮，冇嚟精神。最近莫名其妙使多咗錢，屋企或自己身上成日出小狀況，打爛碗碟，整親手腳，食飯冇胃口或者食完就命氣反酸，身邊小人多，同事朋友講嘢有骨，中咗5條以上，後面嘅乾貨寧要逐隻字睇晒。睇到呢度，寧可以在評論區留句話，中咗幾多條加出世季節，等我睇下大家嘅情況。仲未點訂閱嘅朋友呢刻點一下，跟住我會專門講7大信號嘅逐條化解。先講春天出世嘅朋友，西或2月19日到5月4日之間嚟到呢個世界嘅春天，萬物生長。春天出世嘅人木多，自然好需要金。呢類人心地善良，為人正直，但木氣太旺就木多易折，太老實太固執，容易中牛角尖。着一身深綠撞青就係木上加木人，會變得更硬頸，更聽唔入勸，決策一錯財就流。我以前喺講座上面講過，柯金命嘅人最容易試底就係心太軟、耳仔軟，人哋幾句好話就氹得零團團轉，結果上當受騙，嗰個永遠係零。春天出世嘅朋友應該着白色、杏色、金色、銀色。白色屬金，金剋木。呢度嘅剋唔係傷害，係制衡雕琢。似棵樹生得太豐，需要修剪先至生得靚。白色衫就係呢把酷剪外套，首選米白杏色風紋。底衫揀純白棉 T 恤，飾物戴純銀手鏈或黃金戒指。我成日同人講，金氣帶喺身，着白色衫可以助黃金。每日下晝3點到7點連續行4個鐘運，請喺呢段時間安排重要嘅工作，例如見人傾嘢、出門辦事，都放喺呢個時段。帶金粒去金煲行客級客，啲金氣都係好嘅。多用英文字母 G 同 H， 數字7同8，都係金嘅密碼。另睇下嗰啲車牌尾號係7同8嘅，多數都揾到食。屋企個雪櫃係更新金嘅物質顯現。喺客廳放個大雪櫃，擺滿雪糕雪條，可以快速補金。臥金嘅人最忌成日唔出聲，唔出聲代表唔好運，所以春天出世嘅朋友要多啲同人交流，哪怕喺街市同檔主傾2句，都係破金氣嘅好方法。河北韓特一位58歲嘅張阿姨，春天出世，特別中意着綠色，衣櫃入面700件綠外套。佢話呢2年成日覺得仔女唔聽話，日日新換氣，仲唔見過銀包。我建議佢將綠色衫收埋，換杏色外套，每日下晝抽時間做啲重要嘅事。半個月之後，佢話心情平靜咗，同老伴講話有耐性咗，個仔仲主動俾咗2000蚊孝敬錢。
呢個就係顏色吊憑嘅力量，唔好睇小佢。記住，春生木旺百位貴，金色上，身財不退。夏天出世嘅朋友，西農5月5號到8月7號之間嘅夏天，烈日當空，火旺而水衰。夏天出世嘅人就係過水命。呢類人熱情爽快，講義氣，但火氣太旺就性子急，脾氣暴，事都未諗清楚就衝去做，錢使咗力出咗冇結果，仲會衝動消費。我成日講餓水命嘅人最容易喺情緒高漲嘅時候使冤枉錢，等冷靜落嚟先發現買嘅嘢根本用唔着大紅大紫，就係火上加火，心跳加速，血壓波動，衝動破財就發生。喺呢幾日夏天出世嘅朋友最忌用開放式廚房，因為廚房屬火，開放式嘅等於將火氣散到全家，最忌拆走浴缸變花灘，咁屋企就少咗一個重要嘅水源。最好避免喺中午11點到1點嘅午時做重大嘅決定，呢個時辰火氣最盛，決策容易出錯。忌着紅衫，着紅色內衣褲更加唔得。夏天出世嘅朋友應該着黑色、深藍、灰色、黑色同藍色屬水。水克火叫水火既濟，外套揀深藍撞青色大位，底衫揀灰色淺藍埋藍。飾物帶黑曜石海藍寶茶精。夏天出世嘅人最識兒瑤水同水上活動，成日去泳池浸下髀，食乜嘢藥都見效。多用藍色海洋圖案嘅衫褲同個人用品。多食日本魚生深海魚油丸，穿耳窿帶珍珠最補水。耳仔面上屬水，穿耳窿就等於打開咗一個補水嘅通道。多用數字9同0，英文字母 I 同 J 代表你好運。床頭擺盤清水都可以補水，水唔好過夜，每日換新鮮嘅。如果住到一間望到海泳池嘅屋就發達啦，冇呢個條件嘅話，喺屋企養一缸魚都好。放水命嘅人朝早起身起唔到身係正常嘅，但千祈唔好喺洗手間逗留太耐，因為洗手間雖然屬水，但係淥水，留得耐反而消耗靈嘅正氣。南京一位63歲嘅黃叔，夏天出世，性子急到似炮仗，最中意大紅 T 恤揸車同人爭路鬧交，買餸都可以同檔主嘈。換咗深藍 polo 衫，床頭擺咗盆水之後，佢話個心安樂晒。揸車引到手，打麻雀運氣都好咗。其實邊係運氣邊，係脾氣穩咗，輸少贏多啫。記住，夏生火旺克為水，忌制揾財不後悔。秋天出世嘅朋友，西魯8月8號到11月7號之間嘅秋天，樹木凋零，金旺而木衰。秋天出世嘅人就係餓木命。呢類人果斷剛毅有主見，但係金氣太旺就性格太硬，講嘢太直，唔俾面人。人際關係搞唔好，貴人唔願埋身。着船百兩銀就係金上加金，變得更挑剔更苛刻。餓木命嘅人多數能力好強，但就係蝕底喺把口度，刀子嘴豆腐心，明明幫咗人反而得罪晒人。秋天出世嘅朋友最忌金 BB 仔唔好送金鎖，最忌戴金首飾，最忌袋住指甲噴鉸剪。呢啲金屬物件成日更新，等於不停咁補充金氣，越補越硬。最忌着白色衫，越白越孤獨。秋天出世嘅朋友應該着翠綠、墨綠、橄欖綠、木紋色、啡色。綠色屬木，木可以食金氣外套，揀墨綠風聖君綠外套，底衫揀淺綠米煞，白針煞衫，飾物帶翡翠，吊嘴綠幽靈，木製佛珠，補木最緊要戴帽。頭係人體陽氣最旺嘅地方，戴帽就等於喺頭頂種咗棵樹，早起身神運攬下。公園嘅大樹可以補木運。我成日同餓木嘅人講，令心情唔好嘅時候去揾棵老樹攬一攬，唔使10分鐘，個心就舒服晒。平時行花墟，去街市買餸，去圖書館睇書，都係過木人嘅財運活動。因為呢啲地方都係木氣旺盛嘅地方，多食蔬果。富貴竹係極木之物，屋企養幾支富貴竹，又靚又補運。寫書法畫水彩畫係水木，既陶冶性情，又補充咗缺少嘅能量。多用數字1同2，英文字母 A B K L 同 V。廣州一位55歲嘅陳姐，秋天出世，做小生意，心直口快，對員工嫌生意一路向下。佢一身白色套裝，氣場太動，換咗墨綠上衣，戴咗頂帽之後，員工同佢講話都輕鬆咗。有老顧客仲主動介紹咗2單生意。記住，秋生金旺，綠為木，柔和待人才入庫。冬天出世嘅朋友，
西龍11月8號到2月18號之間嘅冬天嚴寒，水旺而火，衰。冬天出世嘅人就係餓火命。呢類人聰明敏感，洞察力強，但水氣太旺就想得多做得少，容易悲觀，缺乏安全感，着全黑撞清深藍，就係水加埋水，人會不自覺情緒低落，越做越冇精神。餓火命嘅人最大嘅問題就係諗得太多，一件事可以諗出7、8種可能，每一種可能都諗定退路，最後乜都做唔成。冬天出世嘅朋友最忌屋企唔開燈光線暗，黑暗本身就係水嘅環境，越暗水越旺。最忌頭髮遮住額頭，額頭係人嘅火位，被頭髮遮住火就發唔出嚟。剃鬚嘅時候一定要用電鬚刨先至吸收到火。最忌戴太陽眼鏡遮住咗對眼呢個火位。冬天出世嘅朋友應該着紅色、粉紅、紫色、暖橙色走。紅色屬火，火可以溫暖水。外套揀走紅暖橙大穗或者紅頸巾披肩底衫，揀紅色毛衣、粉色真眉衫。枕頭袋同被都應該用紅紫色手腕種一條紅紋成本，唔使2蚊補火，效果非常明顯。衫褲最少要有一件羊毛衫，因為羊係熱土，令冬天出世嘅人感到溫暖。瞓覺嗰陣，床上面放一張電暖毯，可以令血液運行得好啲，幫助睡眠。廚房係屋企極火之地，冬天出世嘅老人家中意入廚房煮飯，其實係補火運，唔好攬住佢哋。朝早起身，邊度都唔好去，先去客廳等太陽曬入屋。曬太陽就係最直接嘅補火。餓火嘅人最適宜着紅衫揸紅車，紅色嘅嘢帶喺身就係隨身嘅小火爐。太陽照入大廳，運程就好。火嘅圖案係三角形嘅嘢，一切飛禽嘅圖案都係火。絕虎紋、豹紋最當運。哈爾濱一位67歲嘅劉大爺冬天出世，特別怕凍，一年到頭黑棉放，成個人謝晒皮，唔願出街。換咗走紅棉放，戴紅頸巾，床上加咗電暖毯之後，個女話佢似換咗個人，精神翻晒，仲主動約朋友去甸魚。記住，冬生水寒紅為火，暖身暖心財不躲。除咗衫嘅顏色，穿耳窿戴珍珠最補水。夏至3點到7點金氣帶身，着白色衫可以助旺金缺木嘅人，最要戴帽。4個季節都講晒零，喺評論區打一次加深印象。春加白，夏加黑，秋加綠，冬加紅着。講完講食，食比着更直接，因為食物係直接落人個肚嘅。飲食係影響一個人運氣嘅重要因素。食物嘅5行可以平衡你所欠缺嘅5行。我成日講，改運最快嘅方法就係食零從來未食過嘅嘢。點解？因為零以前食嘅嗰啲嘢造就咗而家嘅零換一種飲食，缺稿就等於換咗一種運氣。邊啲人缺火？冬天出世嘅，或者平時特別怕凍手腳、冰冷唔飲凍水嘅朋友。餓火嘅人要食熱性食物。冬天出世嘅人，衣食住行入面第一樣嘢，食乜嘢最快行運就係枸杞啦。最好係貓山王品種，貓山王係極火之物。我第一次喺馬來西亞食到貓山王嘅時候，就知道呢樣嘢對過火命嘅人簡直係靈丹妙藥。食羊腩煲、羊架都行運，羊肉本身就係溫補嘅。冬天食羊肉，等於身體入面加咗個暖爐。咖啡係極火之物，最好飲齋啡，加奶就多咗金，加糖多咗幾土，所以淨飲齋啡最火。要火嘅人中意食辣嘅嘢，包括辣椒、咖喱沙嗲，食麻辣火鍋就行大運。羊肉、牛肉煲蘿蔔湯，辣椒、花椒、生鞭、大蒜肉，貴煮餸多放糯米、小米、紅米煲小米紅棗粥，紅豆煲湯，紅棗枸杞、桂圓、合桃，每日食5粒。朝早7點到11點補火，事半功倍。山西大同一位62歲嘅趙阿姨，冬天出世，一到冬天就似冬眠咁。我叫佢食榴蓮、飲齋啡，每星期食羊肉。1個月之後，成個人輕快晒。邊啲人缺水？夏天出世嘅或者容易口乾舌燥、便秘、手心發熱嘅朋友，餓水嘅人要補水。夏天出世嘅人多食日本魚生、深海魚油丸、海魚、沙蟹、清蒸、豆腐、豆結，每日一杯黑芝麻、黑豆、黑米、黑木耳、煲狐狸、西瓜、哈密瓜、提子、奇異果，當做多食。鮮搵果汁、椰子水、綠茶、菊花茶、蜂蜜雪耳煲、雪耳羹。下晝3點到5點補水最易吸收，
杭州一位58歲嘅李叔夏天出世，脾氣火爆，嘴裏面成日起飛滋，每日飲鮮芋梨汁，晚飯雪耳羹。3星期之後唔再發火，飛滋都消晒缺金嘅朋友，一般係春天出世嘅，或者容易氣喘咳、皮膚乾，飲雞精可以補金。多食豬肺、豬腳、雞肉、鴨肉、牛奶、雪耳煲雪梨。缺木嘅朋友一般係秋天出世嘅，或者容易抽筋、眼乾、情緒鬱結。多食綠色葉菜、菠菜、油菜、芹菜、酸味水果、檸檬、橙山楂。每日沖綠茶，朝早5點到7點去公園行下採木氣。我想特別提醒幾個容易忽略嘅細節：水杯有裂縫嘅，即刻掉咗佢。哪怕一條細紋，只要漏水就代表財富有漏洞。碗碟有崩口嘅，即刻換新。崩碗就係破財碗，水杯顏色同五行相克，東生缺火，但用黑色杯飲水，水克火，越飲越缺火，要揀同自己中意嘅顏色一致嘅杯。餐台係全家食嚟嘅象徵，每日抹一次餐台，保持整潔明亮。飲食呢張內容比較密，記唔住嘅朋友可以先點個收藏，買餸煮飯嗰陣揭出嚟對住睇。頭先講咗着乜嘢食乜嘢，淨係解決咗一半問題。3係動嘅氣場，屋企擺設係靜嘅氣場，一動一靜都要調和好，財運先企得穩。先講一個絕大多數人唔知道嘅秘密，衣櫃喺風水上面等同於財箱，連每日打開衣櫃攞衫就似打開錢箱攞錢一樣。每個衣櫃都係財箱，抽點越多，財箱越多。主人房衣櫃最好放喺西北、西南衣櫃裏面，最好櫃入面有櫃，櫃入面有保險箱，保險箱入面有首飾箱。呢種格局最揾錢，幾個簡單做法即刻用得。衣櫃要整齊有序，唔着嘅衫及時清理，留出空間等氣場流通。每個抽屜入面塞一封勵志士入去，每個抽屜即刻變成財箱。名牌嘅盒唔好掉裏面，放錢變做財箱。放喺西面可以招財。衣櫃顏色都有講究，春天出世揀白杏色，夏天出世揀黑深藍，秋天出世揀綠木敏色，冬天出世揀紅暖色。河南鄭州一位65歲嘅周阿姨，衣櫃塞到滿晒錢，成日都取唔住喺每個抽屜塞咗利是。衣櫃西北角放咗個細財箱之後，3個月取到2000幾蚊。廚房代表全家嘅食力同健康，爐頭唔可以太近廚房門，至少2米以上距離。灶口向東或東南，爐頭忌與水槽、雪櫃相鄰，水火相沖，亦都忌正對廁所門。雪櫃同米缸唔可以空。堆滿可以招財聚寶刀同蒜頭、洋蔥、辣椒，唔應該掛喺外面，會吸收陰氣，應該擺喺廚房右邊白虎空位。夏天出世嘅人最忌用開放式廚房，客廳係屋企嘅聚寶盤。梳化係客廳核心，逆對大門代表有敵人，正對大門擺放代表接貴人。客廳財位喺入門對角線方位，可以放茂盛盆景，簡易大而圓嘅綠色植物。客廳向南揀白色油漆牆紙，梳化為首選。睡房係能量充電站，床一定要有床頭板，代表有靠山，床頭要靠實牆壁，床頭後空，冇靠難得貴人扶持。床下底唔好堆雜物，最好係抽屜放衫同金銀財寶。主人房衣櫃放西北西南方位，電視擺睡房易引起夫妻不和，玄關係能量入口。鞋櫃靠牆擺避免，正對大門，鞋要整齊。玄關鏡避免對門或對住財位，會將財氣反射出去，財唔入污糟門。門廳乾淨，財氣先入到嚟。好多老友記話自己着啱食啱都未夠，仲想幫仔女同孫都調一調。春天出世嘅細路木旺，着白色淺灰校服，早餐食多啲蛋同牛奶補金。唔夠集中可以書包掛個細銀色，俾細路食多啲西洋菜，講英文特別叻。夏天出世嘅細路火旺，着深藍灰色校服，少食辣椒羊肉，多食梨西瓜綠豆湯。如果要水嘅細路，由細要俾魚頭佢食，佢一定聰明又好運。秋天出世嘅細路金旺，着墨綠外套啡鞋，多食綠色葉菜、橙奇異果，戴木製小吊飾。冬天出世嘅細路水旺，着紅毛衣、橙頸巾，朝早紅小米粥，晏晝紅燒牛肉麵，紅手鏈入左手手腕。冬天出世嘅細路揀科要同火有關，可以去讀烘焙做廚師。
揀啱一件衫好過10句5鬥。仔女大咗可能唔信五行，寧靜靜雞買件啱色嘅送過去話襯佢膚色，佢着客狀態變咗，自然就信。盲目追潮流，唔顧生辰喜忌，潮流係外面嘅，五行係自己嘅。以為改運一定要使大錢，能量喺顏色同材質，唔喺價錢。淨係顧外表，忽略心性同口德。着啱顏色係外調，收口德係內調，內外夾攻先至最好。3日打魚2日曬網，顏色跳氣場要持續積累，至少連續21日着自己嘅招財色。全家一個色係一刀切。每個人出世季節唔同，喜忌就唔同，最少保證底衫褲跟各自己喜忌色嚟絕俗語話。衫着得順，日子過得圓繁順，食得香，福氣自然長。真正嘅改運就喺你每日打開衣櫃嗰一瞬間，坐喺餐台前嗰一啖飯入面，將衣櫃執靚仔，氣場就通。顏色着啱咗人就精神飯，食得穩陣身體就硬淨。人要知命先至可以改運。我成日同人講，如果你最近好黑仔，試下食啲平時好少食甚至唔食嘅嘢，就可以將你嘅運程突然間來一個大轉變。大家跟住呢個4大惡命改運法，去為自己同親人改運，去增添佢哋嘅運氣。多謝您將呢篇長文由頭睇到尾，願意花時間認真對待自己生活嘅人，運氣一定唔會差。最後請朋友們喺評論區寫低出世季節加五行，缺乜嘢加衣櫃主色，打接衣食福運5個字，點個訂閱再順手點個讚。我哋呢個小天地以後就似多年老友聚會一樣，日日喺度傾着衫，講食飯，講家常嘅風水智慧。祝各位朋友食得香，着得順，瞓得穩，手頭癥仔女，孝福氣滿。我哋下期見。